我叫林若宁，我的胎教是800本虐文小说，导致我一出生就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别的女孩讨论小裙子，我担心群体会被偷拍，拿着运动相机和录音笔在角落里阴暗爬行。看看，别的女孩和喜欢的男生暧昧，我担心骂不过对面，报名了所有的辩论比赛，开口小嘴就能毒死人。可一直到16岁，还没碰到那个冤枉我的恶毒女配，养父母善良，同学蠢萌，老师慈爱。就在我差点怀疑自己是个神经病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开着豪车找过来了。若宁，这些年委屈你了，以后这儿啊就是你的家，有什么需要跟妈说。来了来了，豪门认亲，恶毒女配，16年磨一剑，我林若宁终于能灭渣了。若宁姐姐，欢迎回家。你累了吧？我亲手为你布置了新的房间。走，我们上去看看。姐姐，我帮你把外套脱了吧。姐姐，你说你在乡下待得好好的，非要回来抢我的位置干什么？哼！你不会以为就凭你那点可怜的血缘，就能够取代这16年我积攒的一切吗？哟，开场就撕破脸，效率这么高，连预热环节都省了。我的项链，那可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价值100万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春春，怎么了？我刚才就只在姐姐的房间里面了，可这项链突然就不见了。乡下人穷疯了，手脚这么不干净，我们周家容不下你这种货色。姐姐，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别的，但这个真的不行。会不会是不小心掉到衣服里了？我找找。姐姐，你如果喜欢，你可以跟我说呀。你为什么要偷呢？若琳，你实在是太让我伤心了。我本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品行不端的事情来。成何体统！我周家世代清白，没有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女儿。滚出去！我们周家不欢迎你。经典诬陷戏码，完美复刻虐文名场面，太刺激了！16年磨一剑，终于派上用场了。是我偷东西。各位，今天就让大家开开眼界，来，一帧一帧的看，看看到底是谁在演戏。这是什么？姐姐，
你怎么还录像啊？从进周家大门开始，声音、画面360度无死角，保证记录下每一个温馨瞬间。别急别急，马上就到最精彩的部分了。让我看，对，就在这里。够了！纯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最善良了。我看分明就是你偷了东西还想污蔑她。来，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了。各位，这足够证明我的清白了吗？这能说明什么？也许就是角度问题呢。纯纯她最善良了，怎么可能？哥，别急呀，还有彩蛋呢。林若宁，你别以为你是周家的亲生女儿就了不起，哼，爸爸妈妈都只会喜欢我，我有10000种办法把你赶出周家，你就等着被所有人嫌弃吧。纯纯怎么会说这种话？纯纯一直都是乖巧懂事的孩子呀。现在知道是谁在撒谎了？需要我回放一遍，还是各位的记性需要抢救一下？纯纯，这真是你做的？不是的，我不是故意的。这是你怎么了，纯纯？快备车去医院！走。别急呀，朱纯妹妹，你还没说你的栽赃陷害心路历程呢，说完获奖感言再晕啊？嘿，林若宁，你也有没有人性了？纯纯她都晕了。我翻找证据也是很累的，好吗？再说了，被诬陷的明明是我，你们连句道歉都没有，到底谁没人性？给我让开！快走！首战告捷，看来这周家比我想象的还有意思。周纯，我们慢慢玩。周小姐是情绪性波动导致的短暂性晕厥，需要静养，不能再受到刺激。怎么样啊？不怪林若宁，她一回家就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的。你信？少说2句吧。若宁的孩子的确也受了委屈，可纯纯也是我们的孩子呀，我们养了他16年。哥哥，别动！可能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让姐姐误会了，别怪姐姐。纯纯，你就是太善良了。等回了家，我一定让那个林若宁给你道歉。王管家，吊灯旁边装一个，角度调高点，这样能看到整个客厅。还有楼梯口，这个位置特别重要。走廊尽头也装上一个摄像头，哈。不对，还有餐厅、厨房、花园。哎呀，反正凡是能走人的地方都装上摄像头，记得要高清夜视的那种，别省钱啊。若宁小姐，周家安保一向周全，也没什么危险。您这是？别问那么多，照着做就行了。记住，要确保每一个摄像头都360度无死角，要是漏了哪一个地方，我可是要扣你工资的哟。林若宁，你又在搞什么鬼啊？纯纯现在需要静养，你搞这些东西是想再刺激他吗？王管家，若宁，
你和纯纯都是咱们周家的女儿，应该相互包容。哎，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啊。说啊，摄像头都拍着呢，收音效果比演唱会现场还好。说，好了，准备吃饭吧，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呀，饭桌上说。晨晨，你最爱吃的都知道。啊。若宁啊，纯纯其实很单纯善良的，只是你突然回来，她一时没有安全感。我和你爸已经批评过她了，你看能不能原谅她这一次啊？是啊，若宁，你看餐厅装这么多摄像头没必要吧？一家人吃饭搞得像互相监视。为什么没必要？难不成爸爸妈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被拍下来？林若宁，你怎么说话呢？人家都这么教你了，是不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我就是问问啊，那是哥哥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就是看不惯你针对纯纯。哦，是周纯妹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哦，你怕被拍下来呀？我没有，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非要这样来针对我？林若宁，你要是再敢欺负纯纯，立马滚出周家！好了，好了，出去。对了，若宁，我们已经给你办好了转学手续，燕京中学，明天让纯纯带你去。来了，经典校园副本，假千金打脸必备场景，要大展身手了。李若宁，你给我听好了，这燕京中学是我的地盘，我要是不让你过得生不如死，我就不姓周。可你本来也不姓周啊！你给我等着！来了，虐文经典校园副本，这龙潭虎穴终于为我敞开了大门。果然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总有刁民想害朕呐。同学们安静，这位是新来的林若宁同学，大家欢迎。果然，这些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偏见。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在此，我郑重的声明，我不是私生女，也不是穷亲戚，我是被周纯亲妈在大雪夜扔进垃圾桶掉包的那个倒霉，不，幸运的周家亲生女儿。另外，我跆拳道黑带，略通一些拳脚，
但我本性柔弱，希望未来能和大家和谐相处。真的是亲子鉴定，周纯才是被报错的。他之前还说林若宁是乡下来骗吃骗喝的穷亲戚呢。姐姐，刚从乡下转来，学习怎么样啊？还能跟上吗？有不懂的话可以问我呀。纯纯，你说你跟这乡巴佬废什么？前几天还把你气住院，你呀就是心太善良了。哎，别这么说我姐姐。纯纯，少跟他废话。今天我们就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找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周纯妹妹，原来你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那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呢？纯纯，原来你真是假千年。林若宁，你为了诬陷我，真是我所不容其极。没关系啊，原件在家里，电子版在我手机里，公安局也有备案。妹妹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去任何机构复核。原来一直在撒谎的是你啊，周纯！差点被你骗了，真恶心。林若宁，你给我等着！开局不错，我很期待下一个回合。周纯，林若宁，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欺负纯纯，她刚一回家就哭成这样，你非要把她逼死才甘心吗？若宁，这不都说好了吗？给纯纯一点适应的时间，毕竟你们是姐妹。那她是周家亲生的吗？那是她妈妈做的错事，纯纯是无辜的。我没问她无不无辜，我就想知道她是周家亲生的吗？那又怎么样？感情不是血缘能替代的。感情？哦，我懂了。你懂什么了？之前我就一直奇怪，为什么你不心疼我这个在大雪天被调包差点冻死的亲妹妹，反而一直处处维护这个代替我享受了16年富贵人生的小偷？我还一直以为你只是脑子有毛病呢，原来是爱情啊！你们，林若宁，你少血口喷人了！哎呀，没事的啦，现在是现代社会，讲究恋爱自由，反正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放心大胆去爱吧。我绝对支持。妈，你别听姐姐胡说，我和哥哥就只是单纯的兄妹关系。妈，你相信我，林若宁她就是挑拨离间，想破坏我们感情的啊！那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假妹妹，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真妹妹？为什么她一哭你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你们都别说了。3天后是纯纯生日，顺便给你举办认亲宴，正式宣布你是周家大小姐，改回周姓。来了，灭人名场面之宴会修罗场，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就他啊，这身礼服都是纯纯看不上的 low 货。
嗨，你们是在说我吗？你干什么啊？给你夹个麦克风，让大家都听听他们是怎么区别对待亲生女儿和养女的。姐姐，我们只是在讨论香奶奶家的新款。对了，我忘了姐姐一直在乡下长大，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那有什么的？妹妹以后慢慢带我多认认不就好了？妹妹有的，爸爸妈妈给我这个亲生女儿的肯定更多，不是吗？若妮小姐，纯纯小姐，夫人让我过来请两位过去一趟。好的，王管家，我们这就过去。姐姐，我们现在过去吧，别让妈妈等急了。好啊，我这就过去。我倒要看看你耍的什么招。夫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两位小姐了。竟然没想到啊！我才不会在一个坑里面摔倒2次。你想要做了什么？你就应该在农村那个鬼地方待一辈子，凭什么非要回来抢我周家大小姐的位置？你就该死！我已经黑了这一层楼的所有监控，今晚之后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你林若宁。货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酒店后门。把它卖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卖到深山老林里，让他给老男人生一辈子孩子，最好永远也出不来。林若宁，这才是你这种乡巴佬该有的下场。周家大小姐的位子，永远都只能是我。你看到大小姐了吗？夫人四处都找过了，没看到。会不会是他吓得躲起来了？真是丢人！少说两句，若宁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紧张是难免的嘛。再派人去找找。爸妈，我刚才在2楼找了姐姐好几圈，都没有找到她。你们也别太着急了，姐姐她可能是有点气场，所以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先躲起来了。爸妈，现在宾客们都到齐了，也不好让大家一直等着，要不然我们先开始，说不定姐姐等会儿自己就出来了。好吧，先上台致辞吧。周纯，你以为黑了酒店监控就万无一失吗？你忘了，我从进周家的第1天起，就习惯多留几手。猎杀时刻现在才真正开始。周纯，这份生日大礼，希望你接好了。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一直保护我的哥哥。周董，不是听说今晚还要正式介绍刚找回的亲生女儿吗？怎么不见人影啊？各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我的姐姐她从小在乡下长大，可能有点不太适应这种场合，她有点怯场。真是给周家丢脸。谢谢周纯妹妹的关心，我不是怯场，而是正按照妹妹的安排，在一辆开往深山老林的货车上，准备被卖掉，去给老男人生孩子呢。货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酒店后门。把它卖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卖到深山老林里，让他给老男人生一辈子孩子，最好永远也出不来。周家大小姐的位子永远都只能是我的。天哪，是周纯的声音，他竟然真把周家亲女儿给卖了！贩卖人口，这可是犯罪啊！这太丧心病狂了吧！关掉，快关掉！这是假的，这是林若宁合成的，他在诬陷我！你真的？你真的找人卖若宁？那是你姐姐！我是被逼的，是林若宁威胁我，我不是故意的。哪位是周纯？我们接了报警，并掌握确凿证据，现在以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依法传唤，请配合调查。不，我不是我，是他们诬陷我的。妈，你救救我吧，我可是你最疼爱的纯纯呀！妈，你看在我叫过您16年妈的份上，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纯纯，你怎么会？警察同志，他年龄还小，他估计是一直想岔了。警察同志，请依法处理，我们周家绝不包庇罪犯。周纯，请跟我们走一趟。纯纯，若宁，你不得好死！你以为周家真的不要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周家永远都不会要你！你给我等着！各位来宾，非常抱歉，今晚发生如此丑事，是我周某教育无方，让大家见笑了。宴会到此结束。关于小女林若宁被害一事，周家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给大家一个交代，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处理家事。林同学，你的证据链非常完整，后续可能需要你再配合做详细笔录。谢谢，我会的。若宁，我累了，先上去休息了。若宁，是不是早就拿到证据了？明明可以私下告诉我，避免这出闹剧，为什么你非要等到宴会上，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放出来？你就这么恨周家，非要让周家脸面尽失吗？私下告诉你们，然后呢？妈妈会说纯纯只是一时糊涂，哥哥会说纯纯肯定是有苦衷的。
而您，爸爸，您可能会皱着眉头说家丑不可外扬，内部解决。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周纯哭着道个歉，然后再关他几天禁闭，或者送出国去避避风头。而我呢，差点被卖进山沟里的我呢，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句轻飘飘的原谅他吧，她毕竟是你的妹妹。我看了800本虐文，这种套路我太熟悉了。只有把一切都摆到明面上，你们才没有和稀泥的余地，他才没有再次逃脱的机会。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们家里人？信任？哥哥，周纯哭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质问我为什么逼他。在你心里，我从来就比不上他，我凭什么要信任？滚回家去，狼心狗肺的东西！老公，看，这就是我说的内部处理。果然还是这样。妮妮，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直播片段了，你没事吧？接电话呀。闺女，回话，有没有受伤啊？城要是落后待，咱就回家。妈妈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这才是我亲爸亲妈。若宁，你快开开门，让妈妈看看你的脸。你爸爸也是一时气糊涂了。林若宁，你先开门，脸上要上药。我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这一巴掌打得好，血缘、亲戚在利益和面子面前不堪一击。从今往后，林若宁，你只能靠你自己了。周纯，这才只是开始，你给我的惊喜，我会慢慢还给你。案情基本清晰，周纯涉嫌绑架妇女儿童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鉴于他是未成年人，犯罪未遂，且有悔过表现，另外周家也愿意积极赔偿，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那不起诉是不是就没事啊？只是不予刑事起诉，但案底会留下，学校那边也会有处分的。明白了，这也是他应得的教训。不予起诉，要是真去坐牢，那才是全完了。另外，林若宁同学表现出的警觉性、证据意识和面对危险时的冷静处理非常出色，队里几个老刑警都说他是一个做刑警的好苗子。警官，给您添麻烦了。若宁，多吃点鱼，补补啊。若宁，警局那边处理结果出来了，周纯明天回来。若宁，爸跟你说话呢。哦，然后呢？这次确实是他错得太离谱了，我们一定严加管教。
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嘛？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出来嘛。我的态度就是没什么意见，他想回来就回来呗。不过我有几个条件。你还有条件？第一，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高清、夜视、录音、云端同步备份，费用可以从我的零花钱里出。家里装那么多摄像头像什么样子嘛？一家人互相防备吗？就是啊，不是防备，是记录，省得以后又有什么误会，又有人说我陷害、污蔑他。有监控，大家都安心，不是吗？可以，继续说。第二，我的房间我要安装独立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我的手机和安保公司，房间钥匙也只能我有。若宁，家里很安全。安全？安全到有人能把我迷晕，塞进垃圾桶里运走吗？好，都依你。还有吗？第三，我需要市青少年安全创新大赛的参赛资格。什么大赛？你要那个干嘛呀？你刚转学，按学校规定你没有参赛资格，但是你要这个干什么？一等奖有市公安局和几所顶尖警校的联合推荐信，我需要它。爸，您跟燕京中学的陈校董很熟吧？帮我搞定一个参赛资格应该不成问题，否则周纯的事没那么轻易就过去。若宁，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妈，上次在酒店，我相信爸爸会公正处理，结果我被打了一巴掌。这一次，我想换种方式，明码标价，这样对大家都好。好，我跟陈校董打招呼，让他破格给你参赛资格。谢谢爸。另外，我想提醒你们一件事，周纯回来住，我建议你们看紧他。一般来说，按照虐文的套路，恶毒女配在忏悔期后，通常会憋一个更大的招。知道了。周纯，我们的游戏进入下一关。爸妈，哥哥，我回来了。在看守所的这些天，我每天都在反省，我真的很恨我自己，居然鬼迷心窍，做出那种事情来。我不奢求你们能够原谅我，我只求你们能够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呀，这里是我唯一的家呀，我就是太害怕了，我害怕若宁姐姐回来之后，你们会不要我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晨晨，你别这样，你快起来。现在知道错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毁了你姐姐的一生，这是犯罪！我认打认罚，爸妈，只要你们别赶我走，我当牛做马伺候姐姐都可以。这里是我的家呀，我离开这里我会活不下去的。陈传，你先起来，让他跪下。周纯，你听清楚，之前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了你处理，从今天起立刻搬回2楼你自己原来的房间，零用钱减半，所有行程必须报备，晚上9点半之前必须回家。最重要的是安分守己，好好上学。如果再惹是生非，触碰底线，周家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听懂了吗？爸，我一定会改，我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晨晨，以后
可千万别再做这种糊涂事儿了啊！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台词功底有进步，哭戏爆发力不错，这个额头的上校妆啊也很真实。继续啊，我看得正精彩呢。姐姐，对不起，你打我、骂我、怨我都是应该的。我只求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让我留在周家。你就算让我当你的佣人，我也愿意。春这，你先起来，你这是何必呢？不，姐姐不同意，我就不起来。姐姐，你打我，你打我消消气。我当然希望你能回来，毕竟把你放在我身边才好玩，不是吗，妹妹？爸妈，我同意了。毕竟周纯妹妹这么有诚意，我怎么能不给她一次机会呢？不过别忘了我说过的，全屋监控覆盖，这样万一以后妹妹又一时鬼迷心窍，或者我不小心误会了妹妹，也好有个凭证啊。好了，我看的差不多了，先回去复习了，大赛要到了。林若宁，你给我等着！你以为那个破比赛是你的跳板？我偏要把它变成你的葬身之地！周纯回来，第一个目标肯定是破坏我参赛。他能用的手段无非几种：直接破坏我的资料，在比赛现场让我出丑，或者我外援。陈浩，校赌之子，出了名的纨绔太子爷。最近因为赌球被他爸停了卡，正好是容易收买的时候。周纯很有可能会找他合作，看来得提前准备点礼物。老头子这次真狠，一分钱都不给，让老子怎么活？要不再去求求陈小董？求个屁！他现在看见我就来气。周纯，听说你刚从监狱里边出来，滚远点儿，晦气！浩哥，火气别这么大嘛。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关你屁事儿！怎么来看老子笑话了？浩哥，想不想轻松弄笔钱？不仅能让你爸乖乖恢复你的卡，还能让他对你刮目相看。哦，说说。市青少年安全创新大赛1等奖就能获得市公安局和几所顶级警校的联合推荐信。你爸不是最喜欢这种能往他脸上贴金的荣誉了，对吧？就这啊？老子对比赛读书没兴趣，也他妈不会。走。不需要你会，我那个姐姐林若宁一直在为这个大赛做准备，她的所有项目资料都有获奖的可能性。你能拿到？我自有办法，你只需要以你的身份去参加，然后把他的作品上交上去，到时候拿个奖，你爸一高兴，还不是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而且面子也有。林若宁肯吃这个哑巴亏，他要闹上去怎么办？作品上交上去之后就是你的了，到时候他会直接身败名裂，连闹上去的资格都没有。到时候先这样。行，你最好别诓老子，否则……放心吧，浩哥，我比任何人都更喜欢你如此。看来新一轮好戏即将要开始。
待会儿看我手势。你去引开他的注意力，你去挡住管理员的视线。晨晨，这不太好吧？这图书馆都是监控。监控我已经处理过了，快点。呀，姐姐，这么巧，你也来图书馆学习啊？真用功。哎，姐姐，你这是在忙什么呢？看起来好复杂呀，是在为那个市安全创新大赛做准备吗？真厉害呀！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帮你解，我帮你解啊。没关系，妹妹下次小心点就好啊！一定一定，姐姐，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忙。周纯啊，周纯。你的手段还是那么没新意，想拷贝偷我的东西，那就给你准备点开胃菜吧。月娘，你也有大意的事。今晚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螳螂捕蝉。陈浩那边已经答应好了做工了，只要拿到弹药，稍作修改，再加上现场安排，你这次死定了。螳螂捕蝉，哼，那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黄雀在后。快，再快一点！成了！浩哥，东西到手，大赛那天，我要亲眼看着林若宁身败名裂。上钩了 ，Shadow， 鱼一咬钩，可以启动 B 计划了。收到。辛苦了，报酬已汇至老账户。合作愉快，不过还是要提醒你，监控显示陈浩父亲与大赛某评委有私下往来。裁判那边我另有准备。大赛见啊，周纯。欢迎大家莅临本届青少年安全创新大赛现场。首先有请3号选手陈浩。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带来的项目是慧眼校园智能安全预警系统。本系统采用独创的行为分析算法，能够实时监控校园内的摄像头画面，自动识别打架、欺凌等行为，并联动报警，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实用小功能。我感觉陈浩说的这些内容，若宁之前好像提过。别瞎说，这些技术想法相似也正常。下面我将为大家实时演示一下系统的预警功能。
还笑，等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接下来有请8号选手林若宁。评委老师好，我是林若宁，我的项目是基于主动防御与溯源反制的个人安全生态系统。我的思路是主动预警、智能干预，并合法进行溯源反击。接下来进行现场演示，大家请看。蠢到这都能出错。林若宁同学，设备出现故障了吗？需要技术支持吗？抱歉，似乎遇到了一些意外干扰。不过，我的系统设计初衷就是应对各种意外。请给我30秒。启动应急演示模式。不，这不可能！怎么会提前知道我和陈浩的计划？这就是我项目的核心能力之一，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溯源反击，更能合法溯源攻击者。陈浩同学，你和周纯联合起来盗取并拷贝霸占我的项目，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陈董的儿子竟然抄袭，周纯这个养女诬陷真千金，真是蛇手一窝。还林同学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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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暂停，马上报警，并通知学校纪检部门。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个逆子！爸，我错了，我都是一直听信周纯这个贱人的话，我真的是无辜的，你要救我！爸妈，我真的是被逼迫的。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偷姐姐的项目给他，他就要打死我。我真的是被逼迫的。周全，你个邪人，你他妈敢诓老子，我弄死你！你这个逆子，你想当就傻了！好精彩啊，妹妹！狗咬狗的好戏，我最爱看。我好难受，我喘不上气，快送纯纯去医院！哼，警察已经走了，还在那装。回家之后，你最好能给我解释清楚。手伸出来。非要这样吗？孩子已经知道错了。爸，纯纯身体还虚着呢。虚？陷害若宁，勾结陈浩，差点毁掉我周家名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一下打你心术不正，这一下打你不知悔改，这一下让你长记性。够了！别再打了，再打这孩子的手就废了。爸，教训一下就行了啊。爸，你看，都是陈浩他威胁的我。他说，如果我不把项目投给他，他就要打断我的腿。幸好我提前准备了这些。你看，我就说嘛，纯纯从小就胆小，她肯定是害怕才会做这种事情的。爸，如果真是陈浩威胁的，那纯纯也算是受害者。起来吧。
明天妈妈就带你去警局，跟警察说清楚你被陈浩威胁的事情。过几天就是你爷爷七十大寿，这点事情抓紧处理好。爸妈，我知道我犯了很大的错，爷爷往年的寿宴都是由我来操办的。今年若宁姐姐回来了，应该让姐姐多在爷爷面前表现表现。姐姐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把往年的寿宴流程和宾客名单都给姐姐，然后帮姐姐一起操办，也算是将功补过。春春，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姐妹齐心，把寿宴办好，让爷爷高兴啊！妹妹真是深明大义，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想着帮我。鬼才信你会这么好心。爸妈，既然妹妹这么有诚意，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寿宴的事，我会好好请教妹妹。这次没把她也送进去，可惜了。寿宴上，他肯定又要搞事。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看来得去见见这位周家家主。老爷，若宁小姐来了。哦，你就是若宁，那个一回来就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的丫头。不是我搅动，是水面下的脏东西自己浮上来了。牙尖嘴利，我听说你把周纯和陈家那个小子在什么比赛上整得很惨。我只是正当防卫，顺便提供了他们的违法证据。正当防卫？哼，我看你倒是步步为营，算计得清清楚楚。坐吧。你刚被周家找回来不久，就敢来这里直接见我，我佩服你的勇气。跟老头子我年轻时候的那股劲儿一模一样。对了，昨天你爸来找过我，说了寿宴让你筹备的事儿。他以为这件事交给你是给你机会，同时也是给周纯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寿宴这么好的契机，周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赶我出家门的好机会。哦，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寿宴上能够做手脚的东西，无非就是食物、礼物，或是某个重要环节。爷爷，你有严重的榛子过敏，这是周家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您在寿宴上因为吃了含有榛子的食物而病危，作为寿宴筹备者的我，就是第一责任人。你对他倒是很了解呀。爷爷，我看了800本虐文小说，恶毒女配的套路嘛，万变不离其宗。好一个看了800本虐文，比那个优柔寡断、心软眼瞎的爹妈强多了。周纯这孩子这几年心思越来越歪了，现在看来就是养虎为患。所以，我想跟爷爷您合作。哦，你想怎么合作？将计就计，让周纯在寿宴上，在所有宾客面前，把他的罪行都暴露出来，然后请爷爷您
彻底清理门户。林若宁，也许周家未来的变数真的在你身上。周小姐，你又找我做什么？昨天我让你在周家定制的寿星蛋糕里面加榛子浆果，加了吗？加了。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这是什么？金融藤的干燥花粉，只要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严重的过敏性迟发反应，严重的话还会导致休克。你想让我把这个加蛋糕里？不行，绝对不行，这会死人的！我不是让你加到蛋糕里面储货，我是让你把它涂在蛋糕刀的刀柄上。不，这是投毒，被查到我是会坐牢的。周小姐，你放过我吧，我儿子留学的事情我不要你帮忙了，钱我要退给你。退？张姐，现在可不是你说了算。这段视频和你银行账户里面那笔来路不明的汇款，足够让你老公和你都进去了，还有你那个儿子留学也是不可能了，这辈子恐怕都完了。放心，这东西很难检测出来，只要老头子出现个症状，大家一定会想到榛子过敏，林若宁一定难逃干系。事成之后，我再给你20万。音频、视频已同步录制存档。收到，继续跟进就行。蛋糕、刀具、过敏源、延时发作。周纯，你果然比我想的更多，想用双重保险置我于死地。可惜，你的每一步都在我的剧本里。张姐，你会把花粉涂在哪把刀上？我很期待。李小姐，蛋糕和刀具都准备好了，请您过目。刀柄擦得很亮，辛苦了，张姐。应该的。对了，蛋糕里确定没有榛子或者其他坚果污染吧？我爷爷对这个过敏，这可开不得玩笑。确定，我们都反复检查过的。好，你把东西放这儿吧。好。果然放。I can feel the pressure. Yeah, I know the pain and the hurt.
climbing up all these mountains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building up all these kingdoms for so long. I will not run when destiny comes. I dip in my hand and go. It's good to be great. 双重陷阱，现在陷阱还在，但里面的猎物已经坏了，完美。好，钱我事成之后给你，记住，管好你的嘴。林若宁，你这死定了！等老爷子出事，爸爸一定会把你赶出周家。哼，妈妈和哥哥也会对你彻底失望。周家大小姐的位子只能是我的。林若宁，明天就是你的命日。不入东海，好，好，好，破壁南山。都准备好了。一切就绪，爷爷。各位来宾，到了今天寿宴最温馨的时刻，切寿桃蛋糕，共祝周老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爷爷，请您切第一刀，给我们分享福气。好。来，大家都尝尝，沾沾喜气嘛！这蛋糕，爷爷，爷爷，爸，爷爷，这个蛋糕里面肯定有榛子，爷爷对榛子严重过敏，快叫救护车！是林若宁，是他负责蛋糕，我千叮万嘱告诉他，爷爷不能碰榛子，他连这种错误也犯，他一定是故意的。林若宁，这怎么回事？若宁，你怎么能做这样糊涂的事儿啊？那可是你爷爷，你怎么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啊？若宁，你这个灾星！从你一回来，周家就没有一天安宁过，现在居然对爷爷的痛下毒手，你给我滚出周家！不是蛋糕，你们看，刀，还有刀。难道是双重下毒？这心也太黑了吧！不会是怪周家把他接回的太迟了吧？竟敢下毒！这个刀，爷爷刚死，就握了刀柄。这粉末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林若宁，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我，蛋糕我反复检查过，刀也是新的。检查？你怎么检查？谁敢证明？若宁，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抢了你的位置这么多年，你恨爷爷对我好，可是你也不能对爷爷下手呀！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呀？你怎么能这样对爷爷呢？林若宁，从现在起，不再是周家的女儿，给我滚！马上滚！永远都不要回来！行了，终于赢了，林若宁，你终于被所有人给唾弃。我还没死呢，
那你替我赶孙儿走。爸，您没事儿？有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就是吃了点儿加了料的蛋糕，握了下抹了粉的刀，就得有事儿？那我可真不中用了。爷爷，您没事儿，真是太好了，吓死我了。可是这个蛋糕和刀……蛋糕？刀？若宁，把东西都拿出来吧，让大家都看看今天这出戏到底是谁在唱。抱歉，各位来宾，让大家受惊了。刚才的这一切，正是我和爷爷联手出演的一出好戏。首先，关于蛋糕，蛋糕店负责人张姐已经被警方控制。她坦白自己的确在蛋糕里添加了榛子酱，并且交代了一切犯罪行为背后的始作俑者周纯。他诬陷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张姐。别急，还有。周晨不仅指使他人在蛋糕中下毒，更准备了罕见的金融藤花粉，意图通过蛋糕和刀具造成双重伤害，并嫁祸于我。证据链完整，音像俱全。这不可能！李若宁，你哪来这么多证据？你这是诬陷！我要告你诽谤！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周纯自导自演的一场诬陷。爷爷，让您受惊了。现在你看清楚了，这就是你养了16年的好女儿，为了争宠，为了所谓的地位，她可以不择手段，罔顾人伦。报警！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爸！妈，你救救我吧！哥，你替我说句话呀！报警！同时，我以周家家主的名义宣布，即日起将周纯逐出周家族谱，断绝一切关系。周家名下所有的资产权益，与他再无瓜葛。李若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周家，你们都是伪君子，你们会遭报应的！我等着看你们家破人亡！若宁，是妈妈对不起你，我一直以为纯纯只是任性，只是缺乏安全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恶毒。若宁啊，是爸没有照顾好你，甚至我还一再偏袒那个伤害你的人，我不配做父亲。若宁，你能再给爸一次机会吗？我只是想把这16年你缺失的爱全都给你补回来。若宁，哥错了，是我以前眼瞎，要不你打我吧。不用，我已经决定回到我养父母身边了。若宁，回你养父母身边，可这儿才是你的家呀！若宁，爸知道错了，你看，周纯已经被赶走了，以后周家就只有你一个女儿，你想要什么，爸都给你。若宁，哥以前是混蛋，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只要你肯输钱，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我回来3个月了，挨过一巴掌，被诬陷过是小偷，被送进垃圾桶，差点卖走。刚才在寿宴上，还差点被当成杀人犯。
你们作为父母，什么时候相信过我？若娘，是妈妈糊涂，我求你别走。够了，你们不是说16年的感情比血缘更有分量吗？哎，若宁，你真的想好了？是，爷爷，谢谢您今天愿意配合我，也谢谢您相信我。但我想要的生活，从来不在周家这栋大宅子里。若宁，要怎样做，你才肯留下来？你说，爸全都答应你。不用，我只想收拾东西离开这里。若宁，让他静一静。有些伤害不是几句道歉就能弥补的。3个月前，我带着800本虐文积累的战斗经验和满腔兴奋踏入这里，本以为可以获得亲生父母的真爱，可现在我才明白，爱从来不是靠手段争取来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些也都不属于我。爸妈，我要回家了。若宁，若宁，若宁，你能不能先别走？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行了，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爸知道光道歉没有用，所以我准备了一些实际的东西。林小姐，这是周董和周夫人为您准备的市中心公寓一套，市值约2800万，已过户至您名下，一辆定制款法拉利跑车已停在车库。周氏集团5%的股份，您年满18后即可正式持有，还有一张不限额度的黑卡副卡。若宁，只要你肯留下来，周家会为你铺平未来所有的路。若宁，以后你就是周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以前亏欠你的，我们会用一辈子来弥补你。真是大手笔啊！这些是你应得的。不过我不需要，我只要一样东西。你说什么东西？那就请周家把这16年来我养父母抚养我长大的费用结算一下吧。按照我们小镇的平均生活标准，再加上学费、医疗费，以及这些年的精神抚慰金，具体金额请律师算好，我会把卡号发给你。若宁，那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些，你都不要吗？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至于学业和前途，这是市公安局的优秀学员直升通道邀请函，我已经获得刑侦学院的预录取资格了。还有，这是省市安全防卫学院的特邀入学考核通知书，下周就去报到。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周家为我铺路，我自己的路我自己会走。再见。若宁，你别走，妈妈求你了。我们真的失去他了。都怪我，都怪我。
爸，你开慢点儿，我又不赶时间。那可不行啊！我闺女今天到学校报到，那是大事啊，爸得亲自把你送到学校门口。你说坐那小车，哪有坐爸这车威风啊？是，你最威风了。哎呀，宁宁啊，你说周家那边真的不再联系了吗？那他们毕竟是……我爸叫林大勇，我妈叫刘桂芳，家住在清水镇小河村，种了3亩水稻，养了1院子鸡鸭。小时候我发烧，是我爸背着我连夜跑了10几里路去镇卫生所。我想要亲书包，是我妈熬夜给人缝衣服攒的钱。这才是我亲爸亲妈。周家那个是别人的父母。爸知道了，我闺女啊有志气，咱不图她那些。以后呢，好好上学，当个好警察。爸给你攒嫁妆。爸，你说什么呢？怎么还没到呀？不是今天报到呢？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呀？妈，我托人打听过了，就是今天。再等等啊！热娘，等，热娘，等。小心啊！好嘞，慢点吧。哎呀！啊！喝水。哎，你啊，好好学啊，加油！那爸先走了。好。他从来没对我们这种效果。若娘，周先生、周太太、周少爷，有事吗？若娘，你别这样叫妈妈，我们就是想来送送你。对了，若年，你今天开学，我们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啊。在这儿还有入学手续的事儿，爸都跟校领导打过招呼了，我一会儿陪你进去办，很快就能搞定了。宿舍也都安排好了，是单人公寓，比吉利宿舍舒服多了。停，不用了。我记得我说得很清楚，我不需要你们周家的任何东西，你们也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若娘，我们就是想弥补你，哪怕一点点。不必，你们不欠我什么。我也很感谢周家让我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若娘，若娘。若宁，你起的也太早了，今天只是新生摸底考，不用那么紧张的。不是紧张，是准备充分。根据我研究的300部警匪片和50本侦探小说，新生摸底考试一般会进行现场案件模拟。啊？你这都哪儿学的？实战经验总结。听好了，这间宿舍发生了一起贵重物品失窃案，失窃物品为一台笔记本电脑，现场已经初步保护。你们有30分钟时间勘查，找出尽可能多的线索，并提交侦查报告方向。记住，用眼睛看，用脑子想，用手记录，行动。是。他在干嘛？不好好找线索，在这瞎拍什么呢？不知道，还在地上瞎划了笔画。标准的教官自导自演现场，玻璃碴分布太均匀，像是故意撒的。抽屉拉开的角度、力度一致，缺乏真实翻找的慌乱感。
最重要的是找到你了。林若宁，到。你就写了这个，线索呢？分析呢？自导自演方吧？就写了是啊。报告教官，线索和分析在这里。第一，鞋印。真的哎，花纹一样。第二，微量物证。教官，您的右袖口腕起处有少量白色粉末，经比对，与现场玻璃上的粉末成分一致。第三，行为逻辑。现场的破坏过于规整，缺乏真实案件中应有的随机性和紧迫感，更像是有人为了布置现场而刻意为之。所以你的结论是我监守自盗？不是监守自盗，这是一场教学测试。您亲自布置现场，扮演小偷，目的是考验我们能不能跳出现场有线索就一定是真案的思维定式，敢不敢质疑，敢不敢推翻既定结论。这在我看过的一些刑侦案例里叫做反向推演训育，只不过您的布置比案例里的更加逼真。好一个反向推演，林若宁，满分。没错，今天考的不是找线索，是怀疑精神。干刑侦的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林若宁，你这脑子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谢谢教官，主要是看的案例比较多。散会，都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学学人家林若宁的脑子。若宁，你太深了吧？你怎么敢直接说是教官自导自演啊？我当时吓得连怀疑都不敢。有时候越是完美的现场，越是藏着破绽。你那些微型相机、取证工具都是自己买的吗？也太专业了。老装备了，用着顺手，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他现在过得很好，看来根本不需要我这个曾经冤枉过他的哥哥送什么破相机。躲躲藏藏的，还是这么没长进。林若宁，今天你可太威风了！赵教官在全班面前表扬你，说你是天生的刑侦苗子。运气好而已。哎，你桌上那本书是什么呀？看你天天在翻，是不是什么刑侦秘籍？没什么，闲书。装什么清高？不就是运气好破了个小案子吗？等着瞧，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滚出学校！我的手表，我妈妈送的名牌手表不见了，那个是限量款，值大几万呢。我昨晚明明就放在桌子上的。啊？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掉地上了？我帮你找找。哎呀，找什么找？肯定是被人偷了。我们宿舍就几个人，除了我和徐娟，还有谁？听说林若宁是从乡下来的，穷酸的很，肯定是他偷的。就是，见不得人家有钱，偷东西还装清高。我现在就去报教官，把他开除。周纯玩剩下的栽赃把戏，换个人演还是这么拙劣。真当学校是周家，是你三人。林若宁，你装什么？快把手表交出来，不然啊，我现在就找教官，让你被开除，档案上记一辈子的污点。
说完了。你笑什么？难不成被我揭穿了，你还想打人？我像你啊，台词功底太差，情绪递进全靠吼。还有，栽赃这招实在是太老套了，我早就看腻了。你胡说什么？来，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进来看个短片，就当是校园生活的一点调剂。天哪，是他自己放的，还戴了手套，这分明就是早有预谋。太恶心了吧！贼喊捉贼，亏我刚刚还同情他。富家女了不起呀，人品这么差，就算家里有钱又怎么样？哇，这不是真的！林若宁，你伪造视频，你陷害我！伪造？需要我把原始文件交给学校纪检处或者报警验指纹吗？哦，对了，你戴过的一次性手套应该还在垃圾桶里，没来得及扔吧？记住，栽赃陷害这种招数呢，在虐文里都活不过3章。长得漂亮没用，脑子蠢才是真的致命。行了，大家都散了吧，这种事儿交给教官处理就行了。哇，若宁，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他要栽赃你啊？那我床上装了微型摄像头，都说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哇，真牛！同志，我真的是林若宁的妈妈，她被室友欺负了，我不放心，我想进去看看她，给她送点汤。大姐，真的不行，学校有规定，非探视时间家长不能入内。而且林若宁同学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那个造谣的室友今天上午就退学了，他没事儿，你放心吧。我的女儿受了欺负，我连进去看看他都做不到，我算什么哎，妈？行吧行吧，我帮您把保温盒送进去，你别在这儿哭了，影响不好。谢谢你，同志。这是一点心意，拿去买烟啊，拿着。放心吧，大姐，我一定给你送到。李若宁是吧？你妈妈让我给你送的保温盒，说是炖的排骨汤。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也不是送东西的时间，学校的规定你不知道吗？收受贿赂违反校规，再有下次，我就上报到学校纪检处。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个红包你还给你妈妈吧。保温盒我收下了，红包你自己还回去，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不需要。若宁，东西是你妈妈送来的，你怎么对她这么冷淡？早干嘛去了？在我被周纯诬陷的时候，在我被你丈夫打巴掌的时候，你在哪里？现在来送汤是觉得愧疚，还是想弥补？你要是喜欢喝排骨汤，就拿去喝吧，我喝不惯。若宁，这个你是不是和家里人有什么误会呀？别再来招惹我，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次校外实践地点是崇辉苑小区，该小区近期连续发生7起宠物失踪案，失主都是中老年居民，丢失的都是小型犬、猫。你们的任务是协助社区民警老陈一起梳理线索，争取有所发现。有可能是偷狗贩子流窜作案。失踪时间多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都是老人午睡或外出买菜的时间段，地点分散，但都集中在小区中心花园附近。丢失的宠物都很温顺，且都携带有项圈名牌。李若宁，你有什么想法？教官，我申请重点走访一下经常在小区中心花园附近活动的居民，特别是那些喜欢投喂流浪动物或者看上去特别有爱心的中老年人。啊，不应该从外围可疑人员入手吗？聂文，不是，
犯罪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见的现象，通常看上去越是无害甚至富有爱心的人，越是容易因为某种偏执或怨恨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不过我光说没用，不然你们先试试。行。来，小黑，哎，小乖乖，多吃一点儿，来来来。那是王大妈，退休教师，一个人住，是小区出了名的爱动物人士，自己还养了2只流浪狗，经常在这里喂猫。陈硕，失踪的宠物里有没有在花园附近便尿，或者吵到邻居休息的记录？看看，有。3号楼刘奶奶家的泰迪上个月在草坪里乱拉屎，被王大妈当面批评过。还有5号楼爱叫的那个博美，王大妈经常投诉他扰民。果然。陈叔，您帮我一个忙。王大妈，刚才你儿子叫你。哦。我去瞅瞅，让我去看看。好。放心吧，一定能找回来。警察同志，又找我干嘛？该说的我都说了。那些丢猫丢狗的自己没看好，怪谁呀？肯定是你，上次就是你说我家宝宝乱拉屎。我骂你骂错了吗？小区的环境就是被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业主给搞破坏掉的。王大妈，你很喜欢宠物，对吧？那是，这些小生命多可怜。那您一定也很能理解宠物丢失之后主人着急的心情。那是自然。昨天我在小区里捡到一个奇怪的小玩意儿，你们刚好录了些声音，大家一起听听。又来找了吧？气死你！让家狗乱叫！哎呦，这猫挺胖，关2天饿熟点再放生，吓死那个老太婆！真好玩，看他们哭天抢地的样子，谁叫他们不看好宠物，污染环境？王大妈，您到底把宠物关在了哪里？现在交代还能争取从宽处理。在我家地下室的储藏室里，我就想教训一下他们。不过我没有伤害那些猫狗，我就想关他们几天，让那些主人着急。然后我再想偷偷的把他们送到远一点的公园里，这样我心里就舒服了。涉嫌非法拘禁动物，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要，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太厉害了！近日，困扰春晖苑小区多日的宠物连环失踪案成功告破，作案者竟是小区内一名看似爱心满满的退休教师。据悉，破案关键线索由学校实习学员林若宁同学发现。周氏集团今日宣布，将向该小区捐赠一座宠物友好乐园，改善人宠共居环境。若宁，你真是太厉害了！不过这周氏集团也真是有钱，这就捐了个乐园。钱多没处花吧？若宁，爸爸只能为你做这点事儿了。又是他，这个月都是第3次了。摸底考领了满分，模拟实战指挥又是第1，上周还协助派出所破了个盗窃案。现在教官都拿他当案例讲，看看人家林若宁。那当然了，我们若宁可是每天训练场最后一个走的。
我在学校很好，吃穿用度都有，钱用不上，这些奖金给你们，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不用惦记我。曾以为人生不过是被调包、被误解、被伤害的既定剧本，直到如今才懂，人生不是别人笔下的故事，而是自己脚下的路。让爱我的人骄傲，也要让伤害过我的人明白，脱离了他们的阴霾，我能飞得更高。若宁又得奖了，大家都叫他灵珠阁。我的女儿很优秀，对不对？她靠自己的努力，也一样可以过得这么好。是我们对不起她呀。我们以为接她回来是给她荣华富贵，是给她补偿，其实我们给她的只有伤害啊。她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她自己拼回来的，跟周家没有半分关系。我们不配做她的父母。可我还是很想他呀。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他小时候，如果没有被调包，在我怀里长大的样子。爸妈，难道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我们不要去求他回来，而是要向他证明我们配得上做他的家人。请问是林若宁同学吗？你哪位？啊，我是周纯之前在燕阳中学的同学，我叫孙膑。我上周去少皇寺探望亲戚，碰到了周纯，他一定让我带话给你。若宁，别信他，肯定没好事。说。他说他知道错了，在里面想了很多，特别后悔之前对你做过的事情。但是关于你身世的秘密，他当年听他亲妈说过，觉得必须要告诉你，不然心里不安，还特地嘱咐我让你去少皇寺见他一面，当面告诉我。哦，吃错了，还是又想耍什么花样？周纯的记性这么差的吗？忘了上次在寿宴他是怎么被我拆穿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他只让我跟你带话。行，我可以去见他。若宁，你疯了吗？这肯定是陷阱呀！放心，我带了护身符。若宁姐姐，你来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念旧情的。我真的知道我错了，我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在反省，我不该诬陷你偷项链，我也不该教唆陈浩去害你，都是我对不起你。周纯，省省吧，你觉得你这套苦肉计管用吗？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我是真心悔改的呀。我还有一个秘密，我要告诉你，就是关于你亲生外婆家的事。他们当年，我亲生外婆家的事，我爷爷会告诉我，不需要你这个调包犯的女儿来透露。周纯，你是不是在里面待得太无聊，又想找点存在感了？还是说你觉得我林若宁是一个被你随便忽悠两句就会独自来见你的傻子？张队长，你都听到了？
周纯，你试图以虚假身份信息引诱林若宁同学单独见面，其行为涉嫌在改造期间蓄意滋扰他人。我们会将此事件记录在案，作为你量刑考核的重要参考。林若宁，这个他妈邪不的贱人！我都这么卑微求你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诅咒你，永远不得好死，你永远过不上好日子！你马无锡，请注意你的言行，再敢喧哗，我将取消你探视的资格。省点力气，好好改造，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他竟然又敢找若宁麻烦，在少管所里都不安分，真是无可救药。爸，我去找他，我要当面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站住！你去找他干嘛？跟他对骂，还是再刺激若宁一次？你忘了上回寿宴的事儿了？现在过去，只会让若宁更反感咱们周家。我就是恨我以前眼瞎，没看清他的真面目，恨他到现在还想害若宁。那可怎么办呀？怎么做都不行，怎么才能让宁宁回心转意啊？周晨这个孽障，真是把我们的路都给堵死了。通知律师，立刻起草一份函件发给少管所，明确告诉周纯，若他再敢以任何形式滋扰林若宁，周家将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并且会向法院申请从严处理他的减刑申请。这次若宁处理得很好，干脆利落，还带了警察。我们不能再给他添任何麻烦吧？那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我们吗？要不我们试试找外援？外援？根据你们描述的情况，林若宁已经对你们形成了极端防御型心理壁垒。她现在边界感极强，任何有目的的靠近都会让她更加警惕。那怎么办？道歉他不听，补偿他不要，我们都快跪下了。跪下也没用，他要的不是你们的姿态，而是想要被尊重的独立感。你们越追，他越跑。那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们只是想弥补他，我们很想看着他过得很好。有，但要换种方式。你们要让他感受到，不是你们需要他原谅，而需要他的专业能力。专业能力？他是防卫学院的学生。对，你们可以制造求助的场景，就比如说家庭或公司的安防系统升级，可以邀请他作为学生代表进行提供建议。重点是姿态要低，不要提亲情，不要提过去，只谈专业。这真能行？他那么聪明，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看专业没问题，如果他愿意回应，那就是破冰的第一步。我懂了，安保系统升级，这倒是个好理由。哟，周氏集团找你做安防咨询，大公司啊，有钱赚。看来是换了战术顾问啊，可惜套路还是老了点儿。想用专业认可来收买我，周家，你们还不够格当我的甲方。哎呀，有钱不赚白不赚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些钱呢，拿了烫手。爸，
咱们这样真的像自然偶遇吗？穿的像参加董事会一样，太刻意了。哎呀，心理医生说了，要自然关怀。他们学校组织来企业参观，咱们作为东道主送点甜品很正常嘛。哎，别说了，来。又来，今天这是唱哪出啊？西装父子送温暖，真是没完没了。老师您看，虽然这里装了360度无死角监控，但前台这一块正好是视觉盲区，如果是高智商犯罪，很可能利用这里进行身份替换或者藏匿作案工具。分析的很到位，若宁，你观察的真仔细，这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好处。爸，他这是在损我们的吧？哎，我看咱们还是不要出去自讨没趣了。那这蛋糕还送不送了？送给前台小妹，据说是集团下午茶。若宁，我刚才好像看到周父和周明熙了，躲在那前台后边鬼鬼祟祟的。那你怎么不理他们啊？好像还提着礼品呢。理他们干什么？我们是来参观学习的，不是来叙旧的。哦，对了，上次周氏集团找你做安防咨询，你拒绝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周家的人总是这样，以为用物质和刻意的讨好就能抹平过去的伤害。走吧。快看若宁，看这帖子，太搞笑了。这文风简单直白的像草履虫，除了周明熙还能有谁？真是闲得慌。介意我回复吗？建议楼主立刻停止你的表演，并送你一句话：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别自我感动了好吗？哇，你这回复够狠的呀！不过像这种人啊，自我感动最烦人了，拉黑得了。对付这种人就要一针见血，省得他们没完没了的自我陶醉。周明熙，你这智商税交得太晚了。谁？是谁在网上骂我？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我看你是键盘侠，比毒草还毒。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学校论坛发帖求助，怎么跟若宁重建关系？结果被人这样骂，太过分了。哎，这不会是若宁吧？又被他发现了。行了，别生气了。看来这个法子不行，我们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我又有新点子了。完了完了，这投影仪根本没法用啊！没有投影仪，我们怎么给爷爷奶奶看诈骗视频啊？难道总不能让我们一个一个演吧？唉。林若宁同学，这是你的快递，寄件人是热心市民，地址是周氏集团总部大厦。这设备跟我们社团用好几年了，太牛了！若宁，听说你要去敬老院做公益，这些设备可能用得上。若宁，这大概是看我上次破获宠物案，他们觉得我表现好，所以想资助贫困学生吧。既然是热心市民捐给学校学子的，那就大家分了。设备呢归社团公用，去敬老院的车费和午饭钱就从卖废品的钱和水果钱里凑吧。想用物质收买我，还收买我的同学，你们可太低估防卫学校学生的骨气了。不过这设备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就当是你们给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费了。
若宁，你说那些设备真的是热心市民捐赠的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周家送的？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设备是好设备，我们能拿它来做公益，这就够了。你看你，明明心里什么都清楚，却总是装作不在乎。周家好像真的很想弥补你啊。弥补？他们弥补的不是我，是他们自己的愧疚感。可惜，我不需要这种带着怜悯的弥补。快睡吧，明天还要去敬老院呢。唉。喂，张奶奶吗？我是公安局的，您的账户涉嫌洗钱，现在需要您把钱转到我们的安全账户上。啊，洗钱？我没有啊，警官，你一定要帮帮我。看这小姑娘演的真好，跟真的骗子一样。我上一次就差一点都被骗。爸，你看若宁多受欢迎啊！哎，我准备了个魔术，叫消失的硬币，一会儿逗笑了爷爷奶奶，若宁看见了，肯定夸我有爱心。啊，那去吧。哎，稳重一点，别搞砸了啊！放心吧。奶奶，看累了吧？我给您编个魔术，解解闷儿。不用不用，我正在看小姑娘演呢，演骗子演的真好，去一边去，别挡着我视线。奶奶，您就看一下嘛，很神奇的啊。您看啊，这是一枚硬币，我把它放到我左手，看啊，哎，没了。哎，我这戒指呢？我金戒指。我没拿啊，奶奶。奶奶别急，摸一下，看还在不在。啊，在，被袖子挡住了，快吓死我了。这位志愿者同志，敬老院的老人们心脏不好，请勿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突然对他们进行肢体接触或大声喧哗。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惊吓式骚扰？我就是想编个魔术来着。魔术？如果这是诈骗犯的套路，你现在已经被扭送进派出所了。爷爷奶奶们，你们看到了吗？像这种无缘无故凑上来献殷勤，还肢体动作奇怪的人，大家一定要警惕。对，看这小伙子，一看都不是个好人，一看都是个骗子。哎，你搞的什么？周家就这点把戏也敢在我面前刷好感，周家想的也太简单了。爸，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啊！我们去送设备，被当成精神损失费；去敬老院看老人，被当成诈骗犯；我去网上发这个求助，又被他骂，到底该怎么办呢？你们那么做，可能在宁宁的眼里就是变相的纠缠。有了，我们可以以资源提供方的身份去支持他现在正在做的事。资源提供方？周氏集团有基金会，每年都有针对教育公益的这个预算。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校园安全创新实践基金，面向全市高校社团开放申请。哎呦，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宁宁要的就是独立和尊重，哪怕她知道资金的源头是我们，只要流程公正、用途公开，她就一定不会拒绝。就这么办。关于犯罪行为的3个要素，首先，若宁，系里刚刚转发的通知，周氏集团基金会创建了校园安全创新实践基金，最高可以资助5万元，还能帮忙对接警方资源。我们要不要申请啊？从直接送升级到设基金了，周董，商业头脑终于用对地方了。
可惜啊，动机还是那点动机。申请，立刻准备项目书，把我们平台的开发和讲座计划做详细，预算要精准，每一笔钱怎么花都要写清楚。可是若宁，这明显就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钱和资源是面向我们锦英小组这个合法学生社团，不是给我林若宁个人的。我们凭本事申请，按规矩花钱，做好自己的事，其他的与我们无关。记着，有人递梯子，我们就往上爬，能爬多高都是我们自己的本事。但是心里要清楚，梯子是谁的，为什么递，不欠情，不废话，只做事。好，我现在就申请。周董，精英小组项目书评分目前排第一，几位专家都评价很高，说切合实际，有创新性。告诉专家组，完全按照他们的专业意见来，不要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啊！结果出来之后，按照章程公示。那资助协议和后续对接，全部按标准流程来。你以基金会的名义去对接市局，公对公，不要提林若宁的名字，就说是资助项目的配套费。若宁，这次爸爸给你搭的台够不够干净？希望你站在上面能唱一出好戏。好，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若宁，项目书我看过了，想法很好，年轻人这种想法很了不起。以后遇到问题，欢迎通过学校或者基金会正规渠道反馈问题，我们会大力支持。谢谢王队长，我一定会全力把项目做实。好的。若宁，讲座太成功了，基金会这次帮大忙了。帮忙的基金会和躲在后台不敢露面的人是两回事。我们只要感谢基金会这个机构就够了。嘿，若宁，基金会第一笔款到了，设备采购清单也批了，哇，这一切顺利的有点不太真实吧？是啊，感觉像是有贵人暗中相助。我们提供有价值的项目，他们获得合规的公益成果和潜在的社会声誉，各取所需而已。别想多了，抓紧干活。陈浩出狱。外面的苍蝇还没拍干净呢，周家这边暂时消停，但真正的毒蛇好像要出动了。爸，他们小组好像干得风生水起的，平台内测版都快做出来了，还办了2场讲座，反响特别好。知道了。那我们真的就这么看着，回去跟他说一声？不然呢？冲进去，然后对着他说：“爸爸为你骄傲，你真了不起啊！”我们现在是投资人，不是家长，只要确保资金到位，然后闭嘴就行了。我就是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看着他越来越好，却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唉。喂，周董，陈浩出狱了，最近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走得很近，好像在密谋什么。而且我们查到他和周纯有过联系。知道了，给我继续盯紧他。如果他敢动若宁一根指头，立刻告诉我。若宁啊，你一定要小心啊！爸爸不能再让你受伤害了。快过来看！胡说八道！我们每一项材料都是公开的，申请流程都是透明的，他们怎么能这么污蔑人？太过分了！要不要马上发帖解释，把申请材料和评审经过都发出来？对，跟他们拼了，不能让他们这么污蔑我们小组。乃水军黑我，这个陈浩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解释没用，谣言止于智者，但更止于证据。听着，这是我们小组第一个实战危机公关。第一，
所有组员不得以个人名义在论坛回骂，保存好帖子截图作为证据。第二，许娟以小组官方账号的名义发布一则简短声明，告诉他们我们小组欢迎网友监督，所有申请材料、资助流程可随时查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我们平台第一个内测模块提前上线，名字就叫谣言识别器。把这个帖子作为第一个分析案例，用代码和事实说话，比我们骂100句都管用。好主意，我们的谣言识别器就是用来分析网络谣言的，正好用这个帖子练练手。对，我们用技术反击，让他们知道我们锦衣小组的实力。陈浩，你想搞垮我，没那么容易。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若宁，帖子源头查到了，是一家小型网络水军公司，收款账户来自海外匿名账户，但资金流上游关联到陈浩的母亲，而且我们查到陈浩出狱后和周纯通过一次电话。果然是的，出来了不老实在家待着，学会玩阴的，看来上次教训还是不行。继续盯着，查查他出狱后的所有不妥记录，重点查查他近期是否缺钱，和什么人接触过。哦，还有，查一查他和周纯的通话记录，哪怕是间接的，也要挖出来。另外，我查到陈浩最近在台球厅和几个小混混走得很近，好像又在密谋什么，你注意一点。好，我知道了。妈的，连若宁那个贱人竟然用什么破识别器反击，老子的水军白花钱了。浩哥，消消气儿，那妞现在在学校分头正上，硬刚肯定不行。是啊，浩哥，我们得换个法子，明的不行，我们来暗的。我就不相信他天天待在学校里。你说的对，我打听过了，他有时候周末会走学校附近那条近道，那人少，还没监控，我们就在那儿等着。浩哥，真动手，那可是防卫学校的学生，万一事闹大了，怕什么？打一顿，拍点照片，我也要让他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他不是想要当警察吗？我倒要看看他出了丑还怎么过正审。反正出了事由我扛着，周纯答应给我的钱少不了你俩的。行，都听浩哥的。周董，陈浩最近的行踪很可疑，他和几个社会闲散人员勾结在一起，还打探了林若宁小姐的出行路线，似乎打算在学校后巷动手。这个混蛋出狱了还不挨查，我现在就去找他。站住！你去了能干嘛？动手打他，只会把事情闹大，甚至还有可能连累若宁。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若宁被人欺负。爸，我们不能再忍了。那可怎么办呀？要是若宁出了什么事，我也活不成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想办法，想办法。第一，加派人手，暗中保护若宁；第二，把陈浩的行踪和计划匿名透露给警方。记住，所有行动都要隐秘，不能让若宁知道这个工作。他现在最反感的就是插手他的。明白，周董。爸，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若宁呢？让他先有个防备也好。他的骄傲不允许他接受我们的施舍。这次只要把陈浩彻底送进去，若宁也就没什么危险了。宁宁，周末和你爸去看你，给你带好吃的。爸妈要来了，真好。得在他们来之前把外面的垃圾清理干净。陈浩，你和你妈最好已经把手脚都藏好了，不然这次可不止送进去几个月这么简单了。宁宁不是说在门口等吗？咋没见人啊？哎呀，急啥呀？今天周末，闺女估计睡懒觉了。咱宁宁现在是大忙人，又是训练又是搞项目的。爸妈这边。哎，爸妈，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瘦了。
是不是训练没空好吃饭啊？哎呀，你妈呀，天没亮就起来忙活了。啊，这都是你爱吃的。你看什么？酱排骨、红烧鱼、地三鲜，还有你常念叨那个腌笃鲜的。这筐里还有什么我们刚摘的草莓、香瓜，到时候给你同学都分分。哇，有这么多，那我宿舍那帮饿狼可有口福了。哎，爸妈，我带你们参观参观我们学校吧。若宁，这是叔叔阿姨吧？叔叔阿姨好。是啊，我爸妈从老家过来给我送好吃的。娟儿，一会儿咱俩可有口福了。我妈做的酱排骨那可是一绝。好啊，谢谢叔叔阿姨。若宁，你爸妈真好。是啊，亲爸亲妈当然好。走吧。记住了，就在学校后巷那个拐角，只要他出来，你们就把他给我按住。我负责拍照，动作快一点，别留下痕迹。浩哥，万一他喊人怎么办？那条巷子虽然偏，但偶尔也有路人经过。怕什么？有这个，只要他敢喊，就给他点颜色看看。浩哥，事成之后，这周纯答应给的钱可不能少了我俩的呀。放心，少不了你们的，只要把事情给我办好了，好处少不了你们的。林若宁，给我等着，老子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林若宁，好久不见，没想到吧？出来了还不安分，你又想干什么？今天啊，咱们可要好好算算账。算账？算什么账？你偷窃、陷害，罪有应得，找我有什么用？少废话，浩哥，直接上！陈浩，你好不容易才刑满释放，你还想再进去吗？想谁呢？抓他，把那破衣服收了！干什么呢？出手干什么？找死是吧？敢动我妹妹！你这个贱！妈的，真报警了！快跑！别想跑！放开！跑！不能跑！臭小子！小伙子，肩膀骨头有点骨裂，需要固定。幸好躲了一下，不然砸到脑袋就麻烦了。你们是？我是他哥。谢谢。没事，应该的，我是你哥嘛。医药费我会负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明天还有训练。不用，你快走吧，路上要小心一点啊。原来谢谢这两个字，我说出口好像也没那么难。慢点啊！他说谢谢，你一起受伤也值了。是了。被告人陈浩出狱后不思悔改，雇佣网络水军诽谤林若宁同学，并蓄意策划实施暴力袭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检方建议数罪并罚，从重处罚。检察官，我当事人只是一时冲动，才会造成严重后果，肯定从轻处理。这是一时冲动，这是陈浩密谋的完整录音。我打听过了，他周末会走学校后面那条近道，就打一顿，拍点照片，让他身败名裂。这是预谋犯罪，而且袭击过程中，陈浩用砖头猛击周明熙先生，导致其左肩骨裂，这还叫未造成严重后果。是
是周纯教唆我的。他说李若宁看他进了少管所出不来，让我替他报仇，说事成之后给我钱，让我出国。肃静！被告人，你有证据吗？证据？我有证据，我有电话录音。虽然说他用了匿名号码，但是我留了个心眼，我录了音。陈浩，你恨林若宁吧？我也恨。她现在在安全防卫学院过得风生水起，你帮我一个忙，让她再也当不了警察，我就帮你搞定出国的事，再给你50万。你想让我干什么？让她出点意外、受伤，或者拍点不雅照，具体你看着办。只要让她身败名裂，过不了正审就行。检察官，我可以发言吗？准许。首先，我申请将这段新证据与周纯之前涉嫌拐卖、投毒等案件的卷宗进行合并，这证明他并非是一时糊涂，而是有预谋的持续性的犯罪倾向。其次，关于陈浩的指控，我作为被害人，想说的是，无论他背后是否有他人教唆，陈浩，你已经是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你选择犯罪，就要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不要把过错推给任何人。你恨我，觉得是我害你坐牢的。陈浩，送你进去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的愚蠢、贪婪和恶意。如果你出狱后真心悔过，重新做人，今天你根本就不会坐在这里。路是你自己选的。若宁，等一下，有事吗？若宁，谢谢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愿意提醒我。不用谢，任何普通人遇到危险我都会提醒，这是基本反应，与你是谁无关。若宁啊，周纯的事儿，我们是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恶毒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联系律师，准备申请对他追加指控，绝不姑息。这是你们的权利和义务，不过这和我没关系了。若宁，明熙受伤的时候，妈妈真的是心都要碎了。如果当时受伤的人是你，妈妈真的活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周夫人，3个月前我刚回周家，被周纯诬陷偷了项链的时候，如果你能像现在这样坚定地相信我，保护我，该有多好。在我差点被卖进大山里的时候，如果你能像担心周明熙那样，第一时间冲上来抱住我，问我怕不怕，该有多好。爷爷的寿宴上，我被打了1巴掌的时候，如果你能像现在这样哭着说心疼我，该有多好。可是没有如果，那些时刻都已经过去了。你们带给我的伤害和现在给我的歉意不在同一个天平上。抱歉，我也无法因为你们现在的痛苦，就假装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若宁，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你告诉我们，只要是我们能做的。不用，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对我最好的方式。你们保重，我回学校了。若宁，你真的已经永远失去他了。若宁，下周去市局一定要加油啊！我们等着听你的破案传奇。一定，你也好好干，在基层锻炼虽然苦，但能学到真东西。年年，当了警察一定要小心，不能冲到最前面。你要是受伤了，爸妈会心疼的。放心吧，妈。闺女，爸给你买了新摩托啊！以后咱们巡逻累了呀，就直接骑摩托回家。然后爸给你做你最喜欢的酱排骨。爸，市局有配车的，而且我刚入职，哪能骑摩托巡逻呀？
她笑起来真好看，比在周家的时候开心多了。是啊，这才是他该有的样子，自由、幸福、快乐，被人爱着。我们之前真的是太对不起他。我们周家给不了他的，他自己全挣回来了，也好，这样也好。我叫林若宁，我的胎教是800本虐文小说，它教会我怀疑，教会我防备，教会我在恶意中生存。来了，豪门入侵，恶毒女配，16年磨一剑，我林若宁终于能虐渣了。首先，关于蛋糕，第一，鞋印。我申请将这段新证据与周纯之前涉嫌拐卖、投毒等案件的卷宗进行合并，但最终让我走到今天，不是怀疑，而是相信。相信正义存在，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黑暗中总有光。我不再是灭文女主，也不再是谁的真假千金，我只是林若宁。是不是我的错？愿忘掉不会实现，天和地之间的。一名人民警察，